请挥棒。台南市府为今年初规划办理棒球特展，回顾台南棒球百档风华。开幕时间正拄到世界12强棒球比赛摕到冠军的日条，统一赛选手潘杰凯、邱志廷、教练林家平等人拢来参加，嘛看各式小棒队做活动。很高兴站我们地主台南的所属的球队为所有台南的一个指标，那为我们台南市民去争取最高的荣誉，回到我们台南市。希望安排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棒球名人，然后跟我们的市民做互动，了解他们整个为我们台南市也好，为我们国家也好奋斗的过程。展览以青春日会演员做主题，分5大展区，借着看板、动画、灯箱等等，呈现8档内台南的棒球名人大事迹。甲在地职业球队统一赛的发展，尤其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将伫明年2月份完工，期待予棒球选手一个好的环境。希望新的球季可以尽快来到亚太比赛这样子。旧的球场当然有感情嘛，因为在那边创造很多回忆、很多胜利嘛。然后也希望在新的球场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创造更好的佳绩。台南市我们会持续努力，在我们3级棒球加上成棒的部分会持续加油，希望继续发光发热。今年会当讲是棒球历史的新里程碑，市长黄伟綽邀请大家共同见证台南发展成为台湾棒球城市的决心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